星夢小花姚焯菲日前推出新歌《New Fantasy》，仲揾嚟唔少歌手藝人合體挑戰舞步宣傳歌曲。近日 Chantel 喺社交平台度分享一條同鍾柔美合拍嘅影片，有別於以往嘅唱歌跳舞宣傳。片入面可以見到兩個人圍住於餐廳嘅戶外用餐區。Chantel 好開心咁話：我哋手頭上咧，自己都有杯嘢，見到有人行過，我哋對佢有 fans。我哋照飲一啖，跟住睇下最後尾我哋邊個飲得最多。佢哋一邊享受美食，一邊玩遊戲，一時係一齊飲，一時係各自飲，竟然令對方露出不解困惑嘅神情。最後 Yumi 飲咗3啖 ，Chantel 就飲咗4啖。影片鋪出嚟之後，引嚟 fans 紛紛激讚呢個創意十足嘅遊戲，因為既有趣又能夠有效宣傳歌曲。不過令 fans 好奇嘅，反而係嗰啲令佢哋有 fantasy 感覺嘅路人啊！